无论安怎，我今日一直要甲说明甲秋我的代志，讲有春梅知。就算春节的身世因为安尼逼空啊，我嘛无应该阁继续隐瞒春梅啊。对今仔开始，我就是一品的副总啊。李俊杰，较早不管我做啥物拢输互你，即摆换我行伫你的头前啊，我绝对袂互你机会搁再赢回来。阿嬷嘛着爱歹听话讲亲情，你妈妈伫个真济股东的心目中，拢无好印象。即摆又搁惹出这件代志，所以阿嬷是感觉讲，你会当做甲副总，啊，若想要做总经理，应该是较无机会啦。阿妈，阿姨，您放心啦，我就算做市长的副总，我拢袂怨叹啦。因为我知阿妈、阿姨已经真用心咧栽培我，有互我机会啊。听你讲这话，阿嬷真是足放心的。你只要副总好好做，将来准见若是做总经理，一定是上介好的助手。我相信俊杰，伊绝对是一个真好的总经理。我嘛会尽我的一切，甲俊杰斗相共啊。到底来代志真歹讲，啊，毋过你会当甲阿嬷挂保证讲这款话，这就表示讲你真是有甲俊杰当作是你家己的弟弟来看待。那当然啦，俊杰哦，永远是我的小弟，我永远袂甲伊作对，我会伫伊身躯边帮助伊啦。我已经拢跪落来啊！你若是认为我比袂过李俊杰，咱即摆就针对超商通路的冷冻食品销售额下降的问题哦，我来向大家做一个报告。我甲厂商哦，还到业务啊讨论过啊，我拢认为即摆消费者对产品已经深陷审美疲劳啊。假使讲咱公司的产品会当改换一个新包装，创新一下，咱消费者嘛较会有新鲜感。而且咱嘛会当推出几点游戏。比如讲，共一款的商品来当做成4种无同款的包装，假使会当集满4种，来当用半价来换得同等价位商品。安尼就嘛可以当引起到消费者的注意，互因感觉做有兴趣的，嘛感觉做趣味的。所以讲哦，这个方案来当推出一定会做成功的。俊啊，你感觉我这个建议安怎？我是讲到即摆是上班时间，而且咧开会，你是叫我副总较妥当。歹势，副总啊，你认为我这个建议好无？啊，有啥物需要改进的所在？咱的产品包装才换无偌久，而且顶届主打换包装的人是你，即届提议换包装的人嘛是你，唔知的人会当做你甲遐包装出商有交价，图利厂商。副总啊，你莫误会啊，我安尼做拢是为了公司好。而且所有的报价拢有公开记录，绝对无图利的问题。我当然嘛相信你袂安尼做，不过你敢有想过，有时阵产品卖不出去，唔是包装出问题，是口碑出问题。咱爱针对产品去做改善，毕竟咱是食品公司，唔是设计公司。副总，你讲的是有道理啊。不过我家己嘛有做过一寡市场调查，我发现哦，即摆消费者对一项物件真紧就无感觉。虽然讲哦，口碑创新足重要，不过包装嘛是真重要啊。照你安尼讲，咱是不是要把食品研发部改做食品包装设计部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无你什么意思？副总，我只是要强调讲行销的重要性。有好的行销才能吸引到消费者，啊，若是无好的行销，就算你的口碑做到较哪好、较哪创新，消费者连看拢无想要靠。安尼有啥物路用？所以你是讲咱公司的产品无重要个对？是啊，副总，我也要讲话。俊杰，咱两个只坐甲天光也无路用啊，对销售无帮助啦。我看安尼啊，在座各位拢是公司的主管，
恁的意见嘛真重要。迄是当然啦，我尊重大家的看法。虽然这个部分内底我讲的准爽啊，也毋过是一个民主的领导者，我尊重大家的意见。我决定啦，要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这一切。看大家是想要用准结的方式，还是用我的方式？即摆我会讲煞，支持我的方式的人请举手。我甲有讲手等放来。英姐，你看到吼？我无用职权来反对你，大家感觉你的体有问题啊。你会较辛苦啊，等于受新的体得。他即摆是啥物情形啊？手双手拢压关关哈。无啦，就拄则有几个提案咧做表决啦。我即马副总，我想要听下大家的意见。啊，开会开了安怎？敢有结果？谈到迄几个新的提案咧做表决，若是有结果了，我会送去总经理啊。好啦，加油呢！俊杰，加油啊！我知。好，恁继续。好，大家继续讲啊。我毋是要等去办公室，哪会行来遮？原来是因为你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你有要紧无啊？你若遮了无使去啊？无代志啦。来，来走。不要紧啦。抢来！你安尼碰怕？歹势，我手紧了，你感觉会抹我？唔免啦，我无代志啊。做这个工课定定拢会碰怕，我无代志。哦。快点，你是不是咧烦恼恁爸的代志？还是互你发现啊！我真想袂到，阮爸竟会拄着这种代志，到即马拢还袂醒过来，我真足烦恼的。俊杰，你敢知影有倒一间庙较灵舍？还是有啥物办法会当甲阮爸的魂票找倒转来无？我的意思是，阮爸雄出车祸啊，一定互惊到啊嘛，所以有可能伊的魂票就唔知飞去倒。我想要知影有啥物办法会当甲阮爸的魂票找倒转来，无即刻伊就会当醒过来啊。好了，你先别烦恼，莫遐尔艰苦啊！我是无熟悉啊，不过你即摆一定就是希望你爸赶紧清醒对吧？当然啦。我看阮爸倒伫遐，我真正就唔甘的咧。阮爸一个人讲，阮姊妹遐尔辛苦饲养大汉，我拢无好好友好伊。我真正想袂到阮爸竟会对着这种代志。
你要讲我，你若是愿意，我会当陪你伫身躯边，因为我对你。俊杰，俊杰，原来你伫遮哦，我是过来找你呢。哦，是安尼啊。对啦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我听讲你的提案，互咱伟代理俊豪副总驳回。原本想讲要去你的办公室找你安慰你，想袂到你竟然走来遮。驳回就驳回啊，迄也无啥啊，哪有啥物好安慰的，对吧？即摆俊豪做副总，你的日子得较歹过啊，因为哦，伊一定想尽办法甲你压落底，你就是伊上大的假想敌。哎呀，莫想伤济啊！阮是同事，而且阁是兄弟啊。我想应该是因为伊拄就啉，有一寡代志无关系。以后好好甲伊沟通就好啊。我相信伊一定愈做愈好的。俊姐，你若是想要有一寡新 idea， 我还当陪你做伙讨论啊。免，这代志我来操完就好，你就好好照顾恁爸，知吧？是啊，伫遮俊杰身躯边有我啊。我甲俊杰不管伫咧公司，也是伫咧厝里，24点钟拢连做伙呢。是啊，对啦，若是恁爸的状况较好，你一定爱甲我讲啊。我知，好，那我先去摸伊。多谢你。你伫公司啊？对啊。我知影你自细汉就介意俊杰，你毋过无要紧，我会用等，等到有一天你会当介意我。我真正听无你咧讲啥呢？我自细汉就介意你，毋过你总是甲我讲俊杰伊有偌好偌温柔。你敢知我听到这话时阵，我心内有偌痛？为什么你逐摆面对俊杰的时阵，你拢会当笑甲这尔啊甜蜜？你逐摆看到我的时阵，我却永远看袂到这款表情。为什么恁遮的人拢看我这无？为什么我伫你的心内，永远拢比袂过俊杰？你什么时阵才会当爱我，亲像我爱你同款啊？哈！可怜我爱人，就来用心你啊！你们，我走，别这么来，坐下。快点！俊杰，那个是你啊！你现在无得永远拢消失啦！你最好了我跳清楚，以后不准你安尼对头伙计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凭什么警告我啊？我别当对头伙计是我家的代志，跟什么关系？我真正是一个戆人的哦，我其实过当这个副总，我都有偌厉害，不过我煞袂记一个，我对这出戏，我都已经输给你啊。俊杰，就你伫阿嬷的心内，你才是李家的亲孙。我李俊豪，永远拢是细仔囝。
我永远都无法得做总经理，因为我是细爷囝，我是细爷囝。对啊，李俊啊，李俊啊！快点，小花，快点，小花，我带着，你 OK 吗？你 OK？我有做啥物互伊误会的代志？是不是？无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，唔对，人是你，唔是你，唔是你，唔是你。伊还没对我生气，两面阁讲伊介意我，刚才你拄出来表情，真正就恐怖，完全变一个人呢。我知，你莫惊，我代志，我代志。你到底凭什么甲我讲遐话？我爸即摆搁倒伫咧甲我背包内底，唔知敢有可能试过来呢？结果伊竟然甲我啉遐尼醉，甲我讲遐话。我代志，了解，我的。到底要我安怎做？伊是不是想要我离开公司？你别使离开公司，我需要你。我是讲，伊是我上好的朋友，伫工会上，嘛是我上好的partner，我袂当失去你。伟霆，放心，我甲你保证。我一定伫你的身躯边好好保护你，照顾你，别搁互你受到不再种委屈啦。俊杰即摆咧讲，一定是咧告白，伊只是咧安慰我尔。俊杰，不要紧啊，我无代志啊，多谢。好，莫个叫啊！这物件明仔再去处理我。袂用啊！我赶快袂。刘伟霆，我是主管，听我的就对。俊杰是啥物时阵来研发室写这互我的啊？